日同大家睇下啟欣苑嘅新裝修單位。單位廳房地板用咗淺色木紋磚，玄關牆身仲加入咗少少綠色元素。4道大窗戶採光良好，整個客廳令人感覺精神。4趟玻璃門再係客廳間多咗一間房，兩邊玻璃門都可以打開，方便日常使用。廚房門口用咗可以節省空間嘅摺疊式趟門，白色係櫥櫃，加入咗少少嘅薄荷綠色點綴。廚房台面同吊櫃都係用白色襯反主題，吊櫃下緣做咗個調味料櫃，方便煮食。另外都唔少得3層櫥櫃做儲物。浴室今次就用大理石紋防滑磚來設計，空間唔算特別大，但都足夠做反乾濕分離。圓弧玻璃趟門將沖涼位置分隔開。洗手盆左邊留反空間擺洗衣機，牆面都有一面吊櫃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